哎呀，哦，阿爹！哎呀，小丫头又跑去哪儿野了？哎，李管事呢？李管事啊，说要告老还乡了。哎，这个李管事啊，要走也不说一声。算了，咱们呀，江家也不差他一个，找别人顶上。说得对，江家也不缺你们这几个人。哼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刚才我都听说了，江玄，那草字剑谱你完全练不明白啊！你大哥的天赋可比你强多了，换是他还能参悟几分。可惜呀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还不都是因为你们！当年江家与藏剑山争夺灵矿，若不是因为你们旁系的支援慢了一步，我大哥怎会双腿残废？你们自己技不如人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草字剑谱给你们嫡系，还不如给路边的一条狗呢。你们是想学草字剑谱吗？废话，草字剑谱乃江家至宝，参透3分可直入大剑师，参悟7分便是剑道宗师。试问谁不想学啊？那你们为什么不学啊？婉婉，这草字剑谱是我们嫡系的传承，只有我们嫡系可以学，旁人是不能碰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这草字剑谱只有我们嫡系能学，你们旁系不能学。小兔崽子，你想学草字剑谱不是不可以，跪下，叫我一声爹，我会考虑的。阿爹，这草字剑谱婉婉能看吗？阿爹，这草字剑谱婉婉能看看吗？啊，当然啦。哎，婉婉，江家至宝草字剑谱竟然这么轻易就给他看了，就因为他是嫡系吗？阿爹，这草字剑谱里面一共有981个漏洞，你看，这里还有这里，这里全都是漏洞。漏洞？对啊，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漏洞，二哥才一直学不会的。你以为你是剑仙转世吗？一眼就可以看出剑谱上的漏洞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废话，草字剑谱只有你们嫡系可以看，我们旁系又从何看起啊？啊，我忘了，阿爹不给你们看。我的好堂妹，你少在这里哗众取宠。你难道不知道胡乱吹嘘会显得自己很蠢吗？放肆！你敢打我们？不服就叫你爹叫我来！谁在叫我啊？爹，他打我们！江天翼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是你们旁系当着我的面对婉婉出言不逊，当我不存在吗？江天翼，别得意，实话告诉你，族长已经答应我们，若在7日后的世剑大比，你们嫡系这帮废物表现还是差强人意，神剑宗名额你们一个也拿不到，到时候连你们视为命脉的草字剑谱也会落到我们手中。没错，你们嫡系一个残废，一个废柴，还有一个女儿年幼无知，你们已经不堪重用了，族长对你们很是失望，很失望。那也轮不到你们在这指手画脚，趁我没动怒之前滚！赶紧走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好，很好。江天翼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江家世仇藏剑山的实力日益强悍，到时候我就看看你们嫡系这帮废物怎么胜过藏剑山。哼，我们走。一旦输掉大比，进入神剑宗的名额，嫡系可能一个也分不到了。
阿爹，这新的草字剑谱婉婉改好了。婉婉，给我看看。这原来的草字剑谱，奥色难懂，常人难以修炼。经过婉婉的修改，竟然变得通俗易懂，老少皆宜，好像连3岁小孩都能修炼了。我看看。是真的，之前这些剑谱上的每一个字我都认得，可把它们放在一起之后啊，就跟天书一样，完全看不懂。但现在我简直能倒背如流，举一反三啊！大哥，爹，我悟了。什么？婉婉完善后的剑谱，不仅大大降低了修炼门槛，而且更加玄奥了。婉婉，这真是你做的？阿爹，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都是婉婉顺手的事，而且你们也可以改啊。好啊，真是我的好女儿啊！嘉轩、南希，你们给我听好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都要赢得大比，取得神剑宗入门名额，将婉婉送入神剑宗。爹，为何非要进那神剑宗不可？神剑宗是剑圣李春风创建的超级宗门，是人族第一剑道圣地，就算是他们的外门弟子，在外界也享有很高的地位。以婉婉的这种天赋，若是能进入神剑宗，极有可能被神剑宗长老看中，收为亲传弟子啊！亲传弟子啊？神剑宗怎么感觉这么耳熟呢？那好像是李管事所在的宗门。神剑宗有最好的资源、最好的剑法、最好的师傅，所以你们就算拼了这条命，必须保送婉婉进入神剑宗，万不可误了婉婉这身悟性，你们明白吗？明白，爹。我们一定竭尽全力，为婉婉夺得进入神剑宗的名额。族长，苍剑山竟然派一个扫地的来上台，这是在故意欺辱我们呀！哼，岂有此理！江家的废物，你们谁先来？我来。苍剑山一个扫地的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姜太虚，你们姜家不会连我们一个扫地的杂役都打不过吧？啊？让我来，你一个废物，还没资格上台。二哥，废物是什么意思啊？废物就是形容一个人实力很弱的意思啊。那他也是废物，为什么他能上台，二哥你不能？臭丫头，你竟敢说我是废物？不是我说的，是二哥说的。你，千灵，你跟这群废物废什么话呀？打嘴炮有什么用？实战强才是真的强。嫡系的废物们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谁才是姜家的扛鼎之人，谁最适合拥有进入神剑宗的名额。族长，千灵上场了，定能横扫苍剑山。山主，这是姜家第一天骄姜千灵。那又怎么样？哼！
就你们这样，也敢跟我们抢神剑宗的名额？怎么会？姜太虚啊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第一天骄，这也不行嘛！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江天意，管好你的女儿。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你，怎么回事？好，好，族长，千灵刚才定是放水了。怎么会？藏剑山的实力比上一年还要厉害。大哥，魂儿收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姜太虚啊，这就是你们姜家第一天骄吗？被我们一个杂役弟子，哎呀，都打得找不着北了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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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那么弱，你还打不过，是因为你是螃蟹吗？你们行，你们上啊！切，上就上。二哥，揍他！好。废物，千灵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更别说你了。剑来！什么？他什么时候会御剑了？好，好，太好了，好！剑气外放。二哥好样的！下一个，这不可能！他领悟到了草字剑谱第5层。怎么不可能？这多亏我修复了草字剑谱的漏洞，一只手能打你10个。你嫡系的表现倒是超乎我的预料了。千万龙，你派一个杂役弟子上台，未免也太小看我们姜家了。击败一个杂役弟子，很值得骄傲吗？唐鑫，该你出手了。大长老，这是藏剑山锁定神剑宗人选的名额之一，千长星。据说他3岁练剑，9岁便达到1品剑师，是藏剑山的顶级天骄。仙儿，小心啊！二哥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实力差的太多了。下来，他就交给我吧。我打不过他，可笑。听说你很厉害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谁是姜家年轻一代的剑到底。哼，废物！你娟儿，二哥，二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就说你打不过他，不听婉婉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这人好强的实力，连蜕变后的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哈哈哈哈！什么姜家剑道第一人？我看你是姜家第一废。你们姜家还有没有人？下一个！藏剑山一个杂役就能打败我族第一天骄，更何况是藏剑山的2少主。对呀，过去
不就是白挨揍吗？姜太勋，如果你没人上台，这届大比可就要判你们输了。按照赌约，进入神剑宗的名额就全是我们苍剑山的了啊！怎么？难道江家没人了吗？谁说没人？我当是谁呢？看来你们江家还真是没人了，不然的话，怎么会叫一个废物出来呢？大哥，你不能去，你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让他去。阿爹，婉婉，别人可以懦弱，唯我嫡系不可。你大哥虽然没了双腿，但这些年的修炼也从来没有落下过。爹说的对，大哥的腿可以断，但是不能没有骨气。婉婉，我继续就会。那你打不过一定要认输，千万不能逞强。好。江南溪啊，江南溪，你还真敢上来啊？难道你忘了你那双腿是怎么断的了吗？啊！不敢打，就自己下去。好一身傲骨，你现在还能坐轮椅，等我打得你全身经脉尽断，让你一辈子下不了床。再看看你这一身傲骨究竟有多硬。呀！希儿，大哥，你这个废物，既然残废了，就好好在下面待着，别上来逞能。我不能认输，我一定要为婉婉拿到神剑宗的名额。叫啊，叫大叫声！老子就喜欢看你这废物的模样。大哥，阿爹，你干什么？阿爹，大哥不是他的对手，去了只是白白挨打。你大哥还没认输，只要他没有认输，任何人不得阻挠，包括我在内。对，大哥还没认输呢。二哥，怎么连你也……你二哥说的对，做人不光要有骨气，更要有气节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死则死矣，有何惧哉？倔人笨蛋！好一个傲骨啊！老匹夫，我今天把你儿子的骨头全部打断，看看你们的口气还硬不硬？儿子，大哥，我今天看看你的骨头究竟有多硬。大哥，你快认输吧！没吃饭啊，儿子啊，窝囊废！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快认输吧！族长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会被活活打死的。空有傲骨，没有实力，有何用？死了，那也是他活该。儿子，江南溪，看来你的骨头确实很硬，可是老子今天玩够了，现在就送你上路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看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木雕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真好看。等大哥的腿好了，我们一起去骑马玩。好啊。呀！大哥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腿的。大哥的腿治不治不重要，我只要婉婉平平安安的。那怎么行？我得把天底下最厉害的神医抓过来，给大哥治病。好啊，那大哥就等着了。大哥，你再摇得高一点呗。好啊。嘿，哎呀，小馋猫。大哥真好。
爹，对不起，我舍不得玩玩，这神剑宗咱们不进了，我认输。哼，现在认输晚了。儿子，大哥，你找死！这是剑阵，怎么可能？他才8岁。师傅的剑意，师傅出手了。哼，故弄玄虚，凭你这种伎俩，就能唬住我吗？去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婉婉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不要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等等！我认输了！我认输了！认输了！对，儿子，你快认输，快认输啊！我认输了！好。等等！不要！不要！儿子，儿子！连剑道宗师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好可怕的实力！婉婉不仅悟性逆天，居然连打架也这么厉害。看到了吧，女子也可以顶天立地，她就是我的女儿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快把你大哥给扶回来！快！大哥，你们江家竟然杀我儿子！放你娘的狗屁！是你儿子先对我希儿下的手。千万龙，擂台之上，生死自负。如果你要翻脸不认账，我姜太虚奉陪到底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们江家为我儿子赔偿！长虹贯日是神剑宗的人。如果你们想获得进入神剑宗的名额，就把你们那无关紧要的恩怨给我放一放。拜见神剑宗长老。
敢问前辈，我藏剑山此次能得多少名额？此乃名额帖，持此书帖，便有资格参加我神剑宗的入门考核。不过，能不能拜入神剑宗，便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。此次大比，你们藏剑山表现出色，赐6个名额。多谢前辈。你们藏剑山每年都能为神剑宗输送不少人才，宗门对你们很看重。顺便再送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你的大儿子千无道被大长老看中，收其为关门弟子。我就知道，以我大儿的天赋，在神剑宗定能出人头地，平步青云。什么？我们还没参加考核，藏剑山少主就傍上如此靠山？不行，如果不想办法，回去就要被嫡系收拾了。老万，当年大哥的腿就是被这个千无道打断的。婉婉记下。千山主，我愿投身藏剑山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唐西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江千灵，你这是要叛族吗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现在不走，留下来在江家等死吗？不错，藏剑山已经傍上了神剑宗的大长老，这是仅次于神剑宗宗主的存在，我们又怎么能斗得过呢？所以加入藏剑山，那才是明智的选择。打不过就加入，这是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。哥，我也要跟你走。你们姜太师，人心散了，家族就很难延续下去了啊！正好我缺几条听话的好狗，你们姜家有多少叛徒，我藏剑山照单全收。谢谢。上赶着给我藏剑山当狗，看来你们姜家也不全是硬骨头啊！啊！族长，让他们走，我们姜家不要这种太上怕死之徒。阿爹说的对，你们螃蟹这些胆小鬼，怕死就直接说呗，干嘛搞得那么复杂？我说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局面啊？你们难道没听见吗？藏剑山已经傍上了神剑宗大长老这个大靠山，他只要动一动啊，就能碾死你们。那又如何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姜家嫡系只有站着死，绝不跪着上。不错，等婉婉拜入神剑宗，一样能被长老看中。就是，我们长大以后肯定有出息，不像你们一样寄人篱下，以后只能听人使唤。你，姜太虚，你们家除了一点不值钱的骨气之外，还有什么？今天我给沈长老一个面子，暂且放你们一马，这笔账我以后跟你们慢慢算。走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个小娃娃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们把我大哥打成这样，我要你们给我大哥赔礼道歉，不然出去走。你动一个试试。婉婉，不要对他们出手，就是与神剑宗为敌，得罪了神剑宗，家族就完了。是啊，婉婉，要想找他们算账，将来进入神剑宗也不迟。是啊，婉婉。婉婉，不可莽撞。婉婉，我小人有大量，
先放过你们一马，下次再把你们的屁股打开花。你这个小畜生！哼！好，今日之事，他日登门，我苍界山要将你们江家整个满门覆灭！走！谢瑶，我们走。哼！你们江家有几个名额？自己数吧。什么？我们赢了大比，却只得到了3个名额，这不公平啊！天意啊，你女儿有此等实力，怎么不早说啊？因为你没问啊。好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娃娃，天意，你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好女儿啊！族长爷爷，之前你对我们都是冷冰冰的，现在却对我们笑眯眯的，你是不是想讨好我们啊？族长，就不要在这儿客套了，有什么话直说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坦诚说了啊。如今旁系已叛走，也就你们嫡系有希望拜入神剑宗。只有拜入神剑宗，才能保住家族。家族的生死存亡，就完全在你们的肩上担着了。你们一定要通过神剑宗的入门考核呀！我们是要拜入神剑宗，但不是为了家族，而是为了我的婉婉。不错，我和大哥2人可以不入神剑宗，但是婉婉无论如何都会成为神剑宗的弟子。我说的。好啊。族长爷爷，阿爹很不喜欢你。你这丫头！老祖，按照你的吩咐，神剑宗的入门考核已经通知给江家了。等江家的人到了，我要亲自迎接他们。什么？江家不过是一个南方的小家族，竟然能让老祖这般对待？师傅，等你来了，徒儿一定给你介绍一份大礼。玄儿、希儿，婉婉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她。是，爹。爹，我们修行婉婉改进后的剑谱，实力已经大有长进，一定能把婉婉顺利送进神剑宗。放心吧，阿爹，神剑宗的考核对于婉婉来说，就像是喝水吃饭一样简单。哦，好，去吧。我们走了，爹。一定要照顾好婉婉。江家能否度过此次危机，就看嫡系的了。什么？我最亲爱的二弟，死在了江家人手中！是。江家！师尊，怎么，一个小家族就让你撑不住气了？为师平日便是这样教你的。师尊我，一个小家族而已，
为师自会帮你做主，莫要因为此等小事便懈怠了修行。师尊教训的是。江家一只小蚂蚁，也敢在本座头上动土！大家都到齐了，我是本次入门考核的主考官千无道。大少主竟能担任考官，他真的傍上了神剑宗大长老这座大靠山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下你们死定了！这就是害得大哥坐轮椅的坏蛋。考核规则很简单，这是补天石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，你们只需全力的劈砍，引发的光芒越强烈，证明等阶越高，你们的天资也就越高，相反则淘汰。除此之外，本宗规定身体残缺者不能入本门，你不能参加考核。什么？凭什么？我大哥千里迢迢赶到这里，凭什么不可以参加考核？宗门的规定就是规定，神剑宗不收残废，如果你们不遵守，本考官可以将你们2个人的资格一并取消。算了，不参加考核没关系，你能进入神剑宗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，千无道，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规定啊？白长老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知道你说的不合乎道理，本长老就出来说道几句。我记得我们宗门考核的标准乃是不论出身贵贱，也不问贫寒疾病，只要他一心向道，资质合格，便可入我神剑宗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标准还是本长老亲自写的。白长老，你是要和我作对吗？作对倒是谈不上，不过在我的眼里，考核最重要的就是2个字：公平。公平还是公平。如果你身为考官敢夹带私货，休怪本长老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你，师尊，他……白长老，既然你这么懂，那这考官干脆由你来做算了。多谢大长老的抬爱，不过本长老过来是收徒的，对做考官没有兴趣。这人是什么人？竟然敢跟我儿唱反调！山主，据说他是神剑宗的末等长老，为人刚正不阿。谢过长老。叔叔，你人真好。你放心，有本长老在，我能保证这次考核的公平。不过，真正结果如何，还得看你们的努力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宗门考核开始吧。我先来。呀！这补天石竟然如此坚硬，看来想要加入这神剑宗，怕是不容易啊。这块石头好像很适合试剑。考核失败，淘汰。我来。一阶白光，考核失败，淘汰。二哥，他
他们的表现都好差劲啊！你说什么？童言无忌啊，童言无忌。二哥，他们为什么生气？我明明就是实话实说呀。就是因为你说的实话，所以他们才生气的。下一个。我来。我来。4阶黄光，合格，入外门。二哥真厉害！还好有我们改进后的进步，不然根本通不过考核。这个废物竟然又长进了不少，还凑合。下一个。一个残废也想入我神剑宗？进不了神剑宗，就不能跟王二待在一块儿了。9阶蓝光，合格，入外门。好。大哥真棒！唉，可惜了，要不是那双腿残疾，这能劈出紫光，进入内门。你们这2个嫡系的废物，也只能进入外门了。接下来，我就让你们看看差距。什么？紫光？什么？居然是紫光！刚才那么多人都没有出现紫光。 5阶紫光，合格，入内门。入内门，那就是鱼跃龙门了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还得是我儿啊！别以为只有你们有长进，我加入藏剑山，接触到更高级的功法。现在的我已经今非昔比了。哼，大哥二哥，你们别听他瞎说，他现在还是很一般。你，紫光南巡是个好苗子，小子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你滚一边去！这小子可是我先看上的。好了，大长老都未开金口，难道你们俩还想同大长老抢人不成？不敢，不敢。师尊，此子之子不错，若收为门下，定然能为师尊的白鹤峰锦上添花。小子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拜见师尊啊！啊！徒儿拜见师傅。哈哈，起来吧。这个老不死了，真不要脸，每年都跟我抢弟子。没想到我儿还能被大长老看中啊！好，好。师尊，徒儿有一事要控告江家这3人。哦，江家这些人在擂台比武的时候不讲武德，将大师兄的亲弟弟残忍杀害，品行恶劣，罄竹难书，还请师尊明鉴。一派胡言！明明是你们痛下杀手在先。江千灵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能无耻到这种地步！嘿，不要脸！少在这里狡辩！大师兄的亲弟弟被你所杀，这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他那么坏，不该死吗？哼！既然如此，我神剑宗不收品行低劣之人。你们从哪里来，便回哪里去吧。你们还讲不讲道理？在神剑宗，本宗就是最大的道理。你，大哥二哥，别跟他们多费口舌。哼，这种小宗门，求着我都不想进了。大长老，你将个人恩怨搬进考核，不觉得这有失公允吗？有失公允，
本座乃神剑宗大长老，本座的恩怨就是宗门的恩怨，他们品行低劣，便不可入我神剑宗。你难道一切努力都要白费了吗？白长老，你这么帮着他们说话，该不会是想收他们为徒吧？是又如何？难怪是末等长老，这三人，一个残废，一个勉强进入外门，一个女娃年幼无知，你是捡垃圾的吗？什么都要。哼，资质差又如何？只要肯努力，都可以逆天改命。更何况他们中还有一人尚未参加考核。就是我还没考核呢。你一个8岁还没断奶的小屁孩，就算给你考核机会，你能劈得开这补天石吗？怎么劈不开呀？不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吗？随随便便就劈开了。小朋友啊，你想劈开补天石？哼，这小孩子就喜欢说大话。小孩就是小孩，傻得天真。别说是你，就连我二千无道，他在考核的时候，也只是劈出9阶红光而已，也未能伤及补天石分毫。即便如此，我儿也是直接被定为亲传弟子。如果你真能劈开补天石，就算是神剑宗老祖也会跪下来接你。你若是能让这补天石出现一丝裂痕，我便将这补天石给吃了。蒋琬，除非你的资质能够惊动整个宗门，否则你大哥、你二哥还有你，一个都别想进入神剑宗。你们杀了我儿，进不了神剑宗，你们江家等着我藏剑山来清算吧。不错，到时候你们这个江家一个不留。你，婉婉，二哥相信你。如果是婉婉的话，一定可以。好，那婉婉上了。这个小娃娃，本长老竟有些看不透。这石头不是我用来训练徒儿的石头吗？哎呀，师傅呀，你从哪儿搞来这么多补天石啊？徒弟我这老腰都快被震断了，就是劈不开呀。这不就是普通石头吗？哎呦，你看，这多简单呀，就跟捏豆腐一样简单。师傅，你可真是难为徒弟我了。也许能够伤到他的放眼全天下，只有师傅你才能做到啊。只有我能够做到。难道他是万中无一的剑道奇才？江璇，你这傻妹妹连剑都不会用啊！你，看来那日是因为我儿体力耗尽，才被他击败。0分，不合格。怎么可能？以婉婉的天赋，不应该呀。难道是我想错了？江璇，你这妹妹跟你一样没用啊！哎呀，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啊，你连蓄力都不会，你当真是过家家的啊？看来你们江家注定要完了！一个女娃娃有妄想进入神剑宗，哼！考核失败，下去吧。就是，赶紧下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我说，她不会是想蒙混过关吧？我为什么要下去啊？这石头已经被我劈开了呀！
什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补天石竟然真的被劈开了！这是旷古烁今的绝代妖孽啊！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太好了，婉婉，你做到了。好，这小娃娃竟有如此本事！张千里啊，这下我们能进入神剑宗了吧？还别高兴得太早了。师尊，定是这补天石出了问题，不然就凭她一个半大的小女孩，怎么可能劈开补天石？这补天石作为我宗入门考核之物，至少经历了上亿次的劈砍，如水滴穿石，再坚硬的东西，经年累月之下也会被击穿的。大长老，这女娃这一剑，无非是压倒骆驼最后的一根稻草。她不过是侥幸而已，所以我觉得此次考核做不得数。既如此，那便不作数。你们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考核不作数，你们从哪里来，回哪儿去？滚回去吧！考核之上不好对你们动手，但是你们返家的路途会不会有事，那就不好说喽。没错，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还不知道呢。你们就这么喜欢欺负人吗？没错，我只尊老，从不爱幼。大哥、二哥，我们走。这地方我才不稀罕进呢。可是，婉婉说的对，以婉婉的天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自己另起炉灶，走。好。等等，等等！白长老，难道你真想收他们为徒？哼，你家住大海吗？管得这么宽？白长老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如果你收下他们，便是与我们与师尊为敌。得罪了师尊，神剑宗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。哼，我早就想清楚了。哼！本长老就为你们说句公道话，以你们3个人的资质，都足以进入神剑宗。不过，你们可愿意拜入我门下？我愿意。徒儿江玄，拜见师父。大哥，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拜这位长老为师，我们和婉婉就能进入神剑宗啊！前辈若是不嫌弃，徒儿拜见师父。别说一双腿，就算断子绝孙，我也会收你。白长老，你真敢收他们为徒？难道你真的不怕得罪太上长老吗？我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在考核上夹带私货、夹杂私人恩怨的畜生行径。今天就是听我老子来了，本长老也会收了他们。师尊，他……本长老，我记住你了。那又如何呀？哎，小娃娃，你呢？可愿意拜我为师啊？我才不要！我才不要！
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拜这位长老为师，我们就能进入神剑宗啊？是啊，婉婉，有了神剑宗的资源加持，以你的天赋，一定会成长很快的。可是他太弱了，拜他为师也学不到一点东西啊。弱？我虽是宗门里的末等长老，可是从来没人说我弱。哈哈，那小娃娃，你想如何呀？其一，让我拜你为师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其二，你的资质虽然比我大徒弟差那么一点，但是如果我降低那么一点点考核标准，还是可以勉为其难收你当徒弟的。婉婉，你怎么能够倒反天罡，收白长老为徒呢？师傅，婉婉还小，她不懂事。这小娃娃是真有意思。不过，如果那补天石真是他劈开的，别说认他为师，就算认他当太奶奶，都是我的福分。算了，我让他占点便宜，又怎能把他忽悠进门？哈哈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嘿嘿嘿嘿。哦，嘿嘿嘿嘿嘿嘿。乖徒儿，起来吧。真是一个敢收徒，一个敢拜师啊！这白长老是许久没有招新了，竟拜一个小娃娃为师。哼，看来这老东西真是饿着了啊！哼！啊，对了，徒儿们，我带你们回宗。不，师傅，这边请。这。这就是长老峰，这也太破败了吧！哦，这座山原本不是这样的，只因为为师不通人情世故，得罪了神剑宗很多的人，弟子们都不愿意拜入我的门下，久而久之，就荒废了。也就是说，整座山峰只有我们3名弟子啊？是啊。对了，如果你们不愿意吃苦，也不必要非跟着为师修行啊！哎，师傅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能拜入神剑宗，已是心满意足，不敢苛求更多。说得对啊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堂堂3省男儿，这点苦算什么？好。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研究的无双剑籍，从明日开始，你们便和为师继续修行。来。谢师傅。大哥，这剑籍没有婉婉写得好。怎么可能？徒儿，为师有拜师礼要送你。啊，师傅要送给我什么呀？哎呦，好沉！这是补天石，补天石每一颗都价值连城，这么多补天石，完全可以用来换购大量的修行资源呐！哎呀，多谢师傅！真是个便宜徒弟，随便送一点破石头就高兴成这样。大哥，我有个问题，既然白长老是我们的师傅，婉婉呢又是白长老的师傅，那我们该怎么称呼？这很简单啊，我们各问各的，我管你们叫大哥二哥，你们就叫我师祖好了。嘿，这时候是不是要打他的小屁股了？白长老，大长老找你有事，让你去一趟白鹤峰。东方鹤
他找我干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徒儿们，还有师傅，我要出去一下，你们在这里自行修行啊。好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变天了？放肆！一剑开天！怎么又变回来了？老祖，时隔多年，天外邪魔又在蠢蠢欲动。要是让他们降临人界，便是我们人族的末日啊！老祖，就连你也无法摆平吗？便是我，也只能暂时延缓他们的入侵。想要彻底根除天外邪魔的根源，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。到底是谁有那么大的能耐？青阳，在。传令下去，莫要声张此事，不要影响到即将进行的宗门大比。看来我要亲自去一趟古峰。是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儿开开。都8岁了，还得哄着睡，累死我了。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？你们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收拾你们！你，二弟，你们杀了我心爱的二弟，今日我就让你们血债血偿！给我上！先从他开始。你们这群畜生，有本事冲我来！一群废物，让我来！瘦奶真好喝。怎么可能？我竟然进不了他的身！师兄，这地方有点邪门啊！难道有高人对他们暗中相助？今日算你们走了狗屎运，改日大比之时，我再好好收拾你们。走！哼！一些不成器的小辈也敢叨扰师傅清修？李管事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懂了，即便是在神剑宗，也需要雇佣管事啊。李管事，当年你不告而别，原来是谋到了更好的去处，真有你的！原来如此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理解。瘦奶，
徒儿，文文，你怎么老爱乱收徒啊？婉婉没有乱收徒弟啊，是他非要拜我为师傅的。没错，能够拜师傅为师，是我10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呐。徒儿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找婉婉啊？哎呀，徒儿最近碰到了一些困难，想请师傅亲自出山帮忙解决啊。困难？是徒儿家里遇到了困难吗？你放心，李管事，你有什么困难呢？我们也会帮衬你。毕竟你在我们江家待了好几年。那就多谢了。哎，李管事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宗门大比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宗门大比乃是神剑宗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的弟子会武，目的就是为了检验弟子的修炼成果。如果能在大比之上夺魁，还能获得非常多的奖励呀。奖励？能治好大哥的腿吗？当然可以。那婉婉也要参加。凭借师傅您的实力，夺魁那是自然不在话下。徒弟还有些事，就先告辞了。这小丫头竟然是老祖的师傅。徒儿，徒儿，师傅，师傅，徒儿，徒儿，你怎么了？谁把你伤成这样？是太上长老东方鹤，他假借与我切磋，将我重创啊！又是他们！哎，都是我势单力薄，得罪了太上长老，恐怕以后也会连累你们呐。师傅，这又不是我们的错。不错，都是他们欺人太甚了。对了，这些宗门大比，你们最好也不要去参加了，我怕他们在宗门大比上对你们下死手啊！不行，婉婉已经忍这些坏蛋很久了，我要在明天大比上狠狠教训他们一顿。不错，算我一个。我也去。我已经替你们教训了一番了，白长老。师尊，我们本来想趁机将江晚除掉，没想到他们暗中有高手相助啊！哼，高手？再高，能有我高吗？这是燃寿丹，虽然会牺牲掉一点寿元，但是服用之后，可短时间让修为10倍大增。本届大比关乎我对下任宗主的竞选能不能彻底掌握神剑宗，就看这次了。所以你们必须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这届大比，太上长老的弟子真的是势不可挡啊！是啊，太上长老门下的实力越来越强了，恐怕不久后神剑宗就是太上长老当家做主了。这届大比魁首非我们莫属，果然加入藏剑山是对的。江神、江南溪，你们两个废物，还不赶紧滚下台来！你。徒儿，你们别去，他实力太强大了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怎么，怕了呀？你们江家弟子都是些孬种吗？连台都不敢上啊！不敢上台就自己退出宗门。我们神剑宗不要贪生怕死，为首为尾的弟子。哼，江无道，你不是想打吗？要打跟我打，放肆！师傅，师傅，徒儿，白长老，这是弟子之间的大比，你个长老凑什么热闹？有本事你来跟我打！师尊说的对，
你一个长老，别总想着以大欺小，我要的是弟子之间公平公正的较量。哼，你一个亲传弟子跟2个外门弟子打，有什么公平可言？这我可不管，他们不敢上台，就自己滚出神剑宗。怎么，你们难道非要等本座亲自动手，把你们打出神剑宗？大哥，二哥，让我来。婉婉，你小心。你们怎么能让一个孩子上场呢？徒儿，你放心，交给为师就好，让为师来替你收拾他。这，哦，婉婉，他正在热身。哦，你一个小废物还真敢上来啊！啊！对啊，上来收拾你。上次是你运气好，这次我就要拿你的命，祭奠我二弟的在天之灵。我这个徒儿可是半步剑尊，一身剑意能够翻山倒海，又在使出这最强剑招，风起6000里，谁来了都是死。不错，狮子搏兔，一须全力。江玄、江南溪，给你们妹妹提前准备好棺材吧。婉婉，小心！你好弱呀，一点都不能打。这不可能！我可是一进神剑宗就被定为亲传弟子，天之骄子，同辈无敌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小屁孩？你那么弱，打不过我很正常啊。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踢皮球了。怎么会？师兄竟然不是他的对手！好，婉婉好像根本不用我们担心啊。想不到我的小师傅这么厉害。婉婉赶时间，要给大哥夺魁治腿。你还有你，一起上吧。什么？他竟然有1个打10个？那可是大长老门下的精锐弟子啊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哼，也没必要尊老爱幼了。你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一起上！呀！别留手，用密丹。江婉，这可是大长老亲自赐予我们的密丹，这次我要让你碎尸万段！呀！呀！我没看错吧？这个新弟子实力竟然这么强！大哥，婉婉也太厉害了吧！果然，江婉就是旷古无依的剑道妖孽。
难道我捡到宝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小娃娃竟有这种实力！你们也太弱了，我才刚用了一点点，你们就自己倒下了。他怎么会这么强？我的实力可是提升了10倍，竟然连他一招都接不下来。你们还有谁要上来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就自己选了。小公鸡点到谁，我就选谁。就是你这个又丑又老的大长老啦，上来吧。你说什么？你竟敢侮辱大长老！他之前这么欺负我，为什么要尊敬他呀？什么？他竟然要挑战大长老？这小娃娃疯了吧？大长老可是9品剑皇，实力仅次于宗主。姜婉，我看你是飘了，别以为打赢我们几个，就觉得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吗？蠢货，你可知弟子与长老之间实力的差距吗？你这是自寻死路。婉婉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已经赢了大比啦。哎呀，师傅，大长老可不是好对付的呀。不就是一个剑皇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才不怕他。丑八怪，你快上来啊！不会是怕了吧？你岂有此理啊！我会怕你个小东西！今天我就替我的徒儿们好好教训教训你！哎呀！呀！什么？竟然连大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！一个新弟子还是个小娃娃，怎么能这么强？这怎么可能？丑八怪，你跟你的弟子一样弱。你竟敢伤我！你残害同门！欧大长老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不可能善了的，我定要将此事禀告宗主。一旦宗主降罪，你还有你二哥大哥就等着被逐出宗门吧。那你把他叫过来，如果他也是一个坏蛋，那我连他一起收拾。你这个新弟子是要上天呐，竟然连宗主都不放在眼里。一个新弟子简直是无法无天呐！哎呀，师傅，别闹了，再闹下去就无法收场了呀！是谁在闹事？宗主，你总算来了。这个小娃娃残害同门欧大长老，以下犯上无法无天，请宗主一定要严惩。宗主，请下令断其筋骨，废除修为，逐出宗门，以儆效尤，不然会助长此等风气。哎呀！宗主，你怎么打我呀？宗主，你为何要打我呀？你可知他是谁？他不就是一个小娃娃，一个毫无背景的新弟子吗？哎呀，宗主，你这个蠢货！若是他出了什么事，别说是你，就是我都难以收场。而你却屡次三番想要置他于死地。你作为宗门的大长老，你不想着为宗门做贡献，反而仗势欺人，恃强凌弱，为非作歹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这个神剑宗的大长老是不必再做了。带上你的弟子们，从今天开始去紫果崖反省50年。来人，押下去。宗主，宗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都是我这个宗主疏忽了。我已经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，还请你见谅。这还差不多。收徒不收丑八怪。宗主竟然对他这么恭敬。大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难道神剑宗的宗主也被婉婉忽悠收为徒弟了？偷袭！东方鹤，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连这种下作手段你都使得出来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年你都当不上宗主吗？因为你只是9品剑皇，而我是1品剑圣，我的修为在你之上。你想要当这个宗主，还早了500年。压下去！邪魔大人，请赐我力量！这就是邪神大人的赐福吗？力量！力量！我现在浑身充满了用之不竭的力量。这是域外邪魔的气息。东方鹤，这个人族的叛徒，竟然暗中与域外邪魔沟通。若不是邪魔大人暗中助我一个散修，境界怎能突飞猛进？又怎么可能当上神剑宗的大长老？投入邪魔大人的阵营，就能获得数之不尽、想象不到的好处。是邪魔大人助我平步青云，改变命运。何况这都是你逼我的，是你先把事情做绝的。你对我不仁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义。宗门待我不好，我便用10倍、100倍的放还回去。就算你得到了域外邪魔的赐福，我也照样能够收拾你。宗主姐姐，你是不是很意外呀？他的实力怎么变强那么多？得到邪魔大人赐福，我的实力已经突飞猛进了。我现在可是2品剑圣，比你还要高出1品。你不是要夺去我的大长老之位吗？那我就顺势而为，舍弃人族身份，更上一层楼。现在我是邪魔大人的代言人，是代替邪魔大人行走人间、传达口谕的邪魔使。你们不用害怕，只要你们愿意，你们还是我东方鹤的弟子。不过你们也看见了，堕入魔道便会获得无尽的力量，有了这股力量，就能闻所欲为，肆意纵横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好，师尊，只要能为我2弟报仇，我愿意追随师尊。我也愿意。好。这就是邪魔的力量，我觉得比之前强100倍、1000倍。妙，太妙了！这下你们江家必死无疑！我说的，你们这些叛徒！我本就是江家的叛徒，如今再背叛神剑宗，再背叛人族，那是我的锦上添花。至于其他人，只要你们愿意追随邪魔大人，便还有一条生路。东方鹤，勾结邪魔，你忘记了宗门对你的恩德了吗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东方鹤，你个畜生！我要将此事禀告老祖。听到师尊大人的话了吗？想活的都给我跪下！好，
你背叛人族，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追随邪魔大人，才是真正的前程似锦。等邪魔大人降临人间，整个人间界都将归邪魔大人掌管。到时候，我就是最大的功臣，反倒是你。现在投靠邪魔大人，你还能活命啊？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与你同流合污。那你便上路吧。果然是个大坏蛋。哼，小娃娃，我的实力今非昔比，你以为还是我的对手吗？小妹妹，你赶紧走，这里有我等着。不用了，宗主姐姐，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弱。这个丑八怪就让我收拾好了。年纪小小，口气倒是不小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收拾我。魔神发下！文文，小心！什么？师尊可是2品剑圣，他竟然一剑就秒杀了2品剑圣。宗主姐姐，他的实力还是一样，反而还变丑了。这连黑化后的东方鹤都不是他对手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我是什么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江家嫡系最可爱的江婉，你可以叫我的小名婉婉。文文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大哥、二哥，婉婉没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我真是捡到宝了。面对邪神之力加持的东方鹤，还能做到毫发无伤，怪不得连老祖都要拜他为师。这等实力，便是我都望尘莫及。来人，赶紧把他压下去！他如果再敢反抗的话，就打断他的3条腿！我不服，我不服！平时我努力一辈子啊，还有邪魔大人赐予我的力量，到头来还不是一个8岁的小娃娃！不服，东方鹤，放着好好的正道你不走，你偏偏去走什么歪门邪道？本来在神剑宗还有你的一席之地，可是你贪得无厌，欲求更多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咎由自取。我不服，我不服！你不服？老祖，东方鹤，你哪里不服？老祖，你听我解释。老祖，你怎么打我呀？参见老祖。参见老祖。参见老祖。徒儿拜见师傅。拜见师傅。什么？老祖居然叫他师傅？大哥，李管家竟然是神剑宗的老祖，而且还是婉文的徒弟。我现在脑子好乱。我也是，他是我的师傅，老祖和我都是他的弟子，那我跟老祖，我不是老祖的2师弟吗？这怎么可能？神剑宗的老祖是他的徒弟。这世界怎么了？乖徒儿，起来吧。谢师傅。师傅，徒儿不孝，没有管好宗门的长老和弟子，让他们冒犯了师傅。没事儿，只要给他们惩罚就行了。有错，必须要惩罚。青阳，我在。废掉他的修为，终身监禁。还有，所有藏剑山的弟子，全部逐出宗门。
是。东方鹤，你就要过苦日子了，你笑什么？就算你们废掉我，也不能阻挡邪魔大人的降临。哎，邪魔大人已经来了，已经来了！邪魔大人来了！域外邪魔，这么多域外邪魔！邪魔大人可是世界最恐怖的存在，他们超脱三界，不属人间。一旦他们降临，便是吞噬天地，血洗万民之时。就算你是神剑宗老祖，也拦不住。此战最终还是我们赢了。果然，投靠邪魔是对的。邪魔大人降临，到时候第一个灭的就是你们神剑宗，然后是你们江家，其次便是整个天下苍生。到时候我们作为邪魔大人的信徒会活下来，而且会活得很滋润。你们还有没有人性？人性？笑话！既然当人没什么好下场，那还不如成魔。不错，之前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。现在想要成为邪魔大人的信徒，晚了。切！老祖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如果让这些域外邪魔降临，人间就完了。凭什么？我身为神剑宗老祖，自当守卫人间太平。不好，他们来了！这是天魔瘴气，一旦沾染，便会立即入魔，让我们自相残杀呀！大胆！老祖，你老祖居然不是域外邪魔的对手！不行啊，他们数量太多，即便是据我们全宗之力，也抵挡不住啊！错的是你们，而不是我。不肯追随邪魔大人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不错，你是剑圣又如何？一样挡不住邪魔大人。我劝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啊！徒儿，你的功力不行啊，忘了为师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师父教训的是，还请师父出手诛杀邪魔。接下来交给我吧。真是好笑啊！死到临头了，竟然还要靠一个小丫头片子。笑死个人了！他实力再强，难道抵得过邪魔大人？邪魔大人只要动一动念头，就能让他灰飞烟灭。哦，婉婉，别冲动。婉婉，要死就一起死，他可不能看着你眼睁睁死在我的面前。哼，放心吧，除了他们，我们一个都不会死。大言不惭，我倒想看看。一剑，居然只出了一剑，就劈散了所有的天魔瘴气，连老祖都办不到啊！是啊，不仅瘴气消散了，而且连邪魔通道也被摧毁了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小妮子的实力简直是太逆天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师父的实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。难道他的实力比老祖还强？这就是师父，比我
高100层楼。这不可能！你到底什么境界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是什么境界！这！哈哈哈哈哈！邪魔大人是杀之不尽的，除非你能彻底根除源头。可惜还没有人能进入到邪魔通道的那边。哈哈哈哈哈！看来老天好像站在我们这边，不眷顾你们啊！闭嘴！师傅，徒儿之前说的遇到难关，这就是徒儿的难关，还请师傅出手，帮神剑宗渡过难关，帮人族渡过难关，帮天下渡过难关。李管，老祖，你该不会是想让婉婉去那里面吧？不行，太危险，不能让婉婉去。是啊，老祖，要是婉婉去了回不来怎么办呢？如果不是没有办法，我也不想这样做呀。可是事关天下苍生的生死存亡，只有这一条路了，只有他去独断万古了。你疯了吧？啊！居然把全天下的性命交给一个小娃娃！你要知道，通道的那头可是有真正的大恐怖，谁去了都得死！哎呀！他不是小娃娃，他是我李春风最敬爱的师傅。你要再敢多说半句，我现在就送你上路。师傅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那好吧，既然徒儿需要帮助，那就包在为师身上。不过事成之后，徒儿亲手给你熬制10罐瘦奶啊，不，100罐。100罐瘦奶那么多呀？好，我答应你了。婉婉，你真要去？当然，那可是100罐瘦奶，难道世界上还会有人能够拒绝吗？婉婉，那你千万小心啊！放心吧，婉婉最擅长的就是收拾坏蛋。都什么时候还想着喝奶？老祖啊老祖，你会为你这个决定后悔的！大哥、二哥、徒儿，为师去了。婉婉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归来啊！大哥，婉婉一定能够平安归来的。他居然真的敢去，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去到那边之后，只有死无全尸了。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放心吧，师傅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师傅的本事超乎你们的想象。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，婉婉为什么还不出来？是啊，是不是师傅已经……老祖，还请您进入通道，救救婉婉，哪怕助婉婉一臂之力也行啊！我也不是没试过，可是以我的修为，根本不足以进入通道，就连接近都做不到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大可放心，师傅的实力是绝对不可能有事的。我们要是轻举妄动，反而会拖累师傅。不错，老祖说的对，我们现在宁可什么都不做，也不能做错。看看，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！
这是邪魔大人的师祖，邪魔师祖。你们寄予厚望的那个小娃娃，根本就不是师祖大人的对手，估计现在已经死了。怎么会？婉婉，难道连师傅都不是域外邪魔的对手？我们输了，人姐，完了！看来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妖怪，哪里跑？大哥，是婉婉，婉婉还活着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小丫头竟然还活着！小泥鳅，终于让我追上你了吧？一剑斩杀邪魔始祖。原来不是他刚刚输了，而是他一直在追杀邪魔始祖。完了！完了！完了，我们输了！师傅，你成功了。这很简单呀，只要杀光里面的妖怪就行了。那邪魔源头呢？徒儿说的是这个吗？黑暗本源，正是这黑暗本源滋生了无尽的邪魔，源头不除，邪魔永远是杀之不尽啊！什么黑暗本源？一旦泄露，我等会死无葬身之地呀！婉婉觉得这个黑东西对大哥有好处。光明本源，师傅，你居然一下子就把它炼化了，让黑暗本源变成了光明本源。徒儿，难道你做不到吗？徒儿学艺不精，徒儿的确做不到。大哥，你把它吸收了看看。好。我的腿好了，太好了，大哥！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用坐轮椅了。我就说这个黑东西对大哥有好处吧。老祖，他一人进入邪魔通道，独断万古，现如今更是在一瞬间炼化了黑暗本源。这个小娃娃究竟是什么境界？是啊，婉婉她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既然你们大家都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师父是什么境界。师父他乃先天剑体道胎，资质逆天，悟性无敌，天赋盖世。他为修行剑道而生，平定动乱而至。说他是天道的亲闺女，一点都不为过呀。他一生下来就是剑道宗师，刚学会走路就是剑尊。3岁达到了剑皇境，4岁领悟到剑圣境，5岁就达到了9品剑圣大圆满。8岁那年，他就已经修行到剑道绝巅，陆地剑仙境，天下无敌。哇，8岁的陆地剑仙，婉婉竟然这么厉害！什么？他竟然是陆地剑仙！当初考核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是旷古绝今的剑道妖孽。我神剑宗出了如此年幼的陆地剑仙，神剑宗壮哉！神剑族当兴，人族当兴！
剑道当先！现在事情已经了结，接下来该处理叛徒了。老总，我错了，可在我们宗门做了这么多年苦啊！姐姐大人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我是江家人的份上，饶我一命。我发誓以后一定痛改前非，再也不做坏事了，就饶命啊！江青灵，从前你叛出江家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看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要死了。谢谢大人，不，祖宗，杀兄之仇一笔勾销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，不知者无罪，求你饶我一命。徒儿，既然这是你宗门的人，那就由你来处置好了。既然你们选择背叛人族，不把自己当人，那我就只好把你们当邪魔来处理了。师父，您看这样的惩罚方式，您可满意？当然满意了，这下再也不用看见他们了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师父，还请师父教我本事。可以是可以，就是你能不能学得会，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小我白起在神剑宗漂泊半生，从未得到重视，今日终于得则良师。不好了，家里，二弟，家里怎么了？家里出事了！什么？家里发生什么事了？藏剑山的人又来找我们江家麻烦，这一次要灭我们江家满门呐！什么？婉婉，爹他们有危险！神剑宗距我们家有千里，现在赶回去，怕是要几天呢。婉婉，有什么办法吗？南方小家族也敢欺负到我师父头上？老祖，你有办法？神剑宗与江家虽然相隔千里，但不要低估了我们神剑宗的底蕴。青阳，马上开启宗门传送阵！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往日冤仇，今日就此了结。你们江家已经无法与我藏剑山抗衡了，今日就是你们江家灭门之日。别高兴太早，等我的婉婉回来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能不能回来还说不定哦。什么意思？我儿千无道的师尊是神剑宗里只手遮天的大长老，而你们的儿女，一个是残废，一个是废柴，还有一个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女儿，只能拜在神剑宗一个末等长老的门下。我儿千无道要对付他们，是易如反掌。不错，这会儿可能他们两个人的尸体已经被扔出了神剑宗，正在为山中野狼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，我的婉婉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你信不信由你，今日便是你们江家满门覆灭之日。给我上！我看谁敢！山主，这可是神剑山庄比武那两位考核长。哦，原来是神剑宗的两位长老。不过那又如何？我儿的师尊可是大长老，你们这些普通长老见到我也得敬我3分呐。敬你3分，那不应该吗？哎呀，
我！打你又怎么样？我儿的师尊可是大长老，难道你就不怕得罪他老人家吗？哼！现在整个神剑宗上下，谁还怕他东方鹤？好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儿。你们这些普通长老，没资格打我。他们没有资格，那我呢？宗主，神剑宗宗主莅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您恕罪。哎呀，哎呀！藏剑山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宗主，你为何打我呀？你们敢来江家行凶，难道不该被打吗？打得好！啊，老祖！啊，怎么回事？不过是灭一个小小的江家，怎么连这等人物都惊动了？哎呀！藏剑山，好大的胆子，连我的师傅都敢欺负啊！师傅，老祖，您的师傅又是谁啊？除了婉婉，还能是谁？你说，江家嫡系的小女儿江婉是老祖的师傅？要不然呢？老祖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对不对啊？谁在跟你开玩笑？哎呀，老祖，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师傅啊，我错了，还请老祖原谅。这辈子我是不会原谅，下辈子你可以试试，下辈子小心点儿。从今往后，世间再无藏剑山。明白。婉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，说来话长。什么？你是说婉婉是陆地剑仙，还是神剑宗老祖的师傅？爹，是真的。你看，我的腿已经被婉婉治好了。你是说婉婉？哎呦，真好了！阿爹，好啊，不管你是不是陆地剑仙，但她都是我的女儿。太好了，江婉竟然是陆地剑仙，那以后我们江家岂不是要一飞冲天了？江天意啊，你有一个好女儿啊，让老祖我都羡慕不已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拿一整个神剑宗来跟你交换。哎，那可不行，我女儿绝对不能换，死也不换。是啊，老祖，您想要可以自己生一个。师傅啊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既然你有如此能力，等你长大一些，还希望你能够肩扛起守护天下苍生的职责。放心吧，徒儿，就交给为师就行。好。族长爷爷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既然你们的事情都已经说完了，是不是也该轮到我来凑凑热闹了？天意啊，我承认之前对你们嫡系确实苛刻了，我知道你们还对我心怀怨恨，我现在郑重的给你们道个歉，希望你们能够既往不咎，给老夫我一个原谅。族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族长，我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家族的发展，谁强就扶持谁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江家长远发展下去。所以你并没有太多过错。那这么说，你原谅我了？我原谅你有什么用呢？之前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遭到你的打压，你呀
要问问全族中其他人才行啊。族长，我爹说的对，您之前并无太多过错，您为了家族呕心沥血，这之后家族的经营还得仰仗您的参与和帮扶。不错，最起码你没有和东方鹤那些恶人一样，与邪魔同流合污。我觉得族长爷爷没有什么错啊，就是除了平时没有给我们太多好脸色，其他方面都挺好的。这剑仙大人，我发誓，族长爷爷以后再也不会不给你们好脸色了。那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婉婉都原谅你了，快起来吧。可否让老夫再宣布一件事？但说无妨。经过这件事，我已无颜面，再继续担任族长一职，也全当给你们赔罪。我已决定卸任族长。至于新的族长之位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就由你来当。什么？你要我爹来当这个族长？没错，天意，只要你当这个族长，族内上上下下的事务都由你来管辖，而且不管今后你想将族长的继承权交给谁，都随你的意。这，如果你不想当，那让你的3个儿女来当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非要从我们3位当中选出一位当族长的话，那我觉得婉婉再合适不过了。是啊，爹，没有人比婉婉更有资格当这个族长了。哎呀，婉婉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，她需要一个快乐的童年。族长一职需要处理太多琐事，她真的不适合。要不这样，我替婉婉代劳，等她长大了再说吧。这就对了嘛。好，至于你们2个，每天就开开心心的陪她玩吧。包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保证每天都让婉婉开开心心的。好哎，我要大哥和二哥天天都陪我玩。江族长，这是你们的家事，老夫自然不便来干涉。不过，如果你们江家今后遇到任何事，都可以报我神剑宗的名号。不错，从今往后，你们江家的朋友就是我神剑宗的朋友，你们江家的敌人也是我神剑宗的敌人。一直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只要你们说一声，我们神剑宗上下所有的长老弟子都会在第一时间御剑赶来。哎呀，那我就在此谢过了。还有我，徒儿，以后你们神剑宗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叫我来，我都会帮你们解决的。好，哎呀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师傅，你尽管说。徒儿之前答应为师的100罐瘦奶呢，什么时候给我呀？好说好说，我这就传令下去，让整个宗门加紧熬制，只要7天，不，3天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。那好吧。师傅，这之后你是否就待在神剑宗了呀？住在你家就天天都有瘦奶喝了吗？想多少有多少啊！哎，不可呀，老祖，婉婉年龄还小，不适合离家太远呐。是啊，而且我们也能为婉婉熬制瘦奶啊，即便婉婉在家里也可以喝到最正宗的瘦奶呢，是吧，大哥？不错，既然我的腿好了，也可以给婉婉下厨了。既然你们江家加入了我神剑宗，作为神剑宗的弟子，也不好就待在江家呀。这，要不这样，
老夫在江家的后边再造一个传送阵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来去穿梭，互相的走动，这样既不耽误修炼，也不耽误你们回家。想到神剑宗来的时候就来，想回江家的时候就回。这样一来啊，师傅可以教导整个江家的子弟，还可以教导我神剑宗的子弟啊。等到我们的实力大大的加强了，就能拯救天下的苍生啊！到时候就能制造一个黄金的盛世啊！好，好，注意老祖了。好，老祖考虑的果然周到。好呀好呀。大哥，自从婉婉名声传出去啊，越来越多的人都涌入江家，而且有了婉婉的指点，我们的剑道境界也全部突飞猛进，上了7、8层楼不止啊！现在江家的整体实力快要赶上神剑宗了。是啊，照这样下去，我们江家成为5域第一剑道世家指日可待。这一切多亏了婉婉。大哥二哥，你们在聊什么呀？剑仙大人。哎呀，你们不要再叫我剑仙大人了，叫我婉婉就行。是剑仙大人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！短短1年时间，江家竟从一个南方小家族摇身一变，变成坐镇一方的剑道巨头，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5域的格局。谁叫江家出了一个8岁的陆地剑仙？今后论剑道，恐怕世间都要以江家为尊了。明白了，还是生女儿好啊！